我搜！是。你们是谁？如此大胆，敢私闯官宅！老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威远侯樊兴绪，我与威远侯府素日并无恩怨往来，不知何时值得侯爷如此大动干戈，亲自带兵夜闯我尚书府。威远侯，你这是何意？侯爷，赵氏马车已经找到，上面还留有血迹。今日长宁街纵马伤人致死的罪魁祸首，自己出来认罪伏法。如若不认，我便让你们整个沈家陪葬。我数3下，3。侯爷，你不能冤枉好人呐！我家老爷兄弟，我们可是一日未出家门呢。2。樊兴绪，你1。谁是我撞死的？元直，出事了！元直，你得救救我呀！前日我将你送到白马寺之后，驾车回去，不小心撞死了人。我想救人的，但那个女人当场就断气了。伤人致死。元直，我们两个从小青梅竹马，早就已经私定终身了。如今我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殿试的机会，要是摊上人命的话，我就全完了。但是你不一样，你是户部尚书的嫡女，我只是被你们养在家中的一个小小的门客。你就说你贪玩纵马，把人撞死了，沈大人一定会保住你的。小姐不好了，尚书府被围了。丁丁，你赶紧去找一个人。好。你再说一遍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让你再说一遍。人是我撞死的。今日我偷偷溜出去游玩，回来的时候马儿失控，我没有来得及控制。总之是我一个人的错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和其他人没有关系。游玩纵马，住手！下官接到报案，今日尚书府马车伤人性命，所以前来查探。不知道威远侯也在。这是沈府嫡长女沈元芷送来衙门的认罪书，她已主动认罪伏法。依照大燕律例，意外致死者，且为6品以上官员家眷，又有自首情节，徒刑20大板。我只知道欠债还钱，杀人偿命。威远侯不幸滥用私权，冒着藐视王法的风险，也要置我于死地。可否冒昧问一句，今日被我撞死的女子和你是什么关系？王爷究竟是为民请命，还是公报私仇？我和他什么关系？与你无关。你只要知道，今日必须死。魏远侯，你要干什么？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？元芷，女儿，樊兴绪，今日小女若是有个3长2短，我定会到陛下那儿告你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快
快叫大夫呀！撤！真可惜，就差一点儿，魏远侯怎么没有一剑刺死那个小贱人？不可惜，如今他背了条人命，别说高门大户，就是下三滥的破落户，也未必肯娶她。要不是老爷总护着他，何必这么费劲，让你一天天出卖自己去和他逢场作戏？等那个老头子一死，整个师府上下都是咱们的了。谁啊？还好老天保佑，这个伤不严重，不然小姐一条命就搭进去了。为了顾公子，值得吗？依照律法，京兆府尹只判我20大板，证明今日意外死亡的女子身份应该只是平民。可那魏远侯却来势汹汹，可见他和那女子关系定不简单。若我不应下这剑，他定取我性命。可是小姐，他看着好凶啊！若他再找来怎么办呢？魏远侯府再如何权势滔天，绕过京兆府尹，擅闯朝廷命官的府邸，还想用私刑，摆明了就是不把京兆府尹放在眼里。这换作是谁也忍不了。所以，为了他的权威，京兆府尹一定会保我。你放心，这一剑我特意避开了所有的脏腑经脉，不会有性命之虞。好好养一段日子便好了。对了，婷婷，你帮我去查一下那个女子家里的情况。既然我已认下，那便是我沈渊之欠她的。以后到了阴曹地府，即便是下到18层地狱，我也不后悔。有刺客！你，小姐，有刺客！董家上书千千，魏远侯，你是疯了吗？你不是很好奇害死的人是谁？我告诉他，等我3年，从沙场回来，我就一定娶她。可因为你，我却失信。对不起。我理解你的痛苦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就算你把我杀了，你的心上人也不会死而复生。痛吗？既未触及经脉，又未伤及肺腑，能有多痛？你是永远不可能理解我的痛。既然你已经听到了，我没什么好辩解，我只希望你不要冲动，杀人解决不了问题。我不会杀你。人死亡的时候，只有短短几秒的痛苦。可是像你这样虚伪自私的人，怎么能死得那么痛快？你想干嘛？我要你尝遍人世间一切痛苦，心如刀割，却生不如死。没想到一向不近女色的侯爷也会在房里藏女人。
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只要是男人，就逃不过一个色字。九公主天天追着侯爷跑，她都没看上。我拿半个月的薪水打赌，这女人一定是个绝色大美人。咱侯爷呀，哎呀，要是我也有这福气就好了。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啊！哎，你们乱嚼什么舌根呢？我哥怎么可能金屋藏娇啊？公主。我得想办法逃出去。糟了，追！人呢？侯爷，你是谁？我也是奉命行事，你就从了我吧！就非吃了你不可！真香哎！鹰眼，把它处理掉。是。等等，你说，让我尝遍人世间一切苦痛，心如刀割，生不如死，就是用这种龌龊下流的手段吗？你愿意怎么想，随你。呸！狗屁魏元宏，我看不起你！你杀了我的家仆，是你先绑着我，我不过是自卫。如果你以为折磨我就可以让我痛不欲生，那你就错了。我宁愿死，我也不会让你如愿的。是吗？你放心，我不会追究你。你杀了他，证明他是个废物。威远侯府不养废物。变态！祖母，大哥，你怎么会在？旭哥哥，他是谁啊？旭儿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说什么？我们两情相悦，他被歹人所掳，我将他救回侯府疗伤。待他养完伤之后，我们便会马上完婚，还请祖母成全。大哥，你在开什么玩笑？你要娶她，那公主怎么办呀？星童，九公主千金之体，我与公主理应视为君臣，万不可亵渎。旭哥哥，你什么都安排好，还需要我这个祖母成全？婚姻大事向来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你爹早死，我若随你无媒苟合，我樊家的脸还要不要了？祖母，爹走了，圣上命我承袭侯位，樊家的脸在我身上，不在您身上。无媒苟合这种话就不要再说。我已经向尚书府提亲，3书6礼，明媒正娶。如今我这个老太婆是管不了你了。我不管她是谁家的女儿，这种不清不白的女人，我是不会认她做我的孙媳妇的。我樊家向来开明，没有什么是接受不了的。祖母应该是累了，才会说这些气话。星童，
扶祖母回去休息吧。我还以为你会反驳，结果你倒是成了个哑巴。这里是威远侯府，他们都是你的亲人。我和你之间，他们会信谁？傻子都知道。我说什么有用吗？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。只是我没有想到你的脸皮这么厚。为了撇清鲁人的关系，什么两情相悦、三书六礼，明媒正娶都出来了。你很聪明，心思缜密，会猜度人心，胆子够大，对自己还狠。你若是个男人，倒是个人才。可惜了。可惜什么？可惜你就算再聪明，也还是为情所困。你那个叫顾恒远的情郎，马上就要参加殿试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我要你嫁入威远侯府。你这个疯子，拿自己一辈子的幸福来折磨我，值得吗？值得。你说什么？今日之前，是我错了。像你这样的人，一般的挫折痛苦根本打击不了你，唯有断了你心中最大的念想，才能让你感受到和我一样真正的痛。你应该知道，你是杀不了我的。我是杀不了你。你不是恨我害死你爱的人吗？我把这条命赔给你，求你放过我的家人。我的家人都是无辜的，知道我求你好不好？别演戏了。如果我看的没错，你的簪子才刚打不过吧？簪头都磨圆了，你根本不想死，何必惺惺作态博同情？本来以为一个为爱发疯的人，心中至少也会有一块柔软之地，看来是我多想了。你会有机会好好了解一下我的夫人。说什么为了自己的心上人？我看你就是个色欲熏心的色鬼！你说对了，我
我就是看上你，我要把你吃干净。小姐，你醒了，你没事吧？范兴旭呢？侯爷一大早就离开侯府了。少夫人，老太太让我来告诉您，该去行早安了。祖母万福安康。小姐，什么小姐？不知道是谁用过的簸箕，一副残花败柳的身子，还敢进我们威远侯府的门，不知羞耻！祖母这是何意？我不过刚过门，威远侯府就是这样对待心腹的吗？呸！你少污蔑我们威远侯府。明明是你自己不守妇道，居然还有脸倒打一耙！新婚之夜竟为落红，你非处子之身，有什么资格坐上威远侯夫人的位置？我倒要去你们沈家好好的讨个说法。你到底是做贼心虚，还是疯了？我心虚什么？我是笑你们把无知当自信。且不说新婚之夜是否落红和是不是处子毫无关系，但凡看过几本遗书，也不会如此浅薄。我若是簸箕，那你们高高在上的威远侯就是把烂扫帚。你说什么？我说簸箕配扫帚绝配。人是他自己找的，气是他非要成的。有本事你们找他去啊！同为女子，却只会用最上不得台面的谣言来重伤别的女人。和你们同类，我才是深以为耻。好个牙尖嘴利的贱人，不知天高地厚！来人，给我按住他，家法伺候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放开我！老实点，按住了！放开我！放开！就是欠教训。听说沈尚书老婆死得早，这女儿没人管教，倒也正常。这龙生龙，凤生凤，他这个德行，他娘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东西。别乱动！3日后我要回门，之后还要进宫向皇后娘娘行礼。我会当作今日无事发生。祖母一定要护我周全。若之后我身体有任何不适，即便是捅破天，我一定要拉你威远侯府一起去死。你祖母万福安康，孙琦的安
就到此为止了。疯子，他就是个疯子。小姐，你一定很疼吧？你为什么不解释？姑爷昨晚根本就没有和你圆房。欲加之罪，说与不说都是错。总归是有人想要害你，防是防不住的。我本来以为小姐要被打死了，他们那么多人，我一个人确实打不过，但我知道人性的自私和恐惧，所以我特地挑了个体型最大的死咬不放。我就是要让他们害怕。我赌赢了。小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这个侯爷也真是的，竟然把人娶回来，就这么不管不顾的让人欺负。这不正合了樊兴虚的意吗？他想让我生不如死，痛不欲生，我给他看便是了。我看到了，还不够。你出去！夫人，方才听说你赌赢了，为夫竟然不知你如此好赌，不如我陪你赌一把。你又想耍什么花样？给你一个机会，若你能够让你的心上人抛下一切功名，与你远走高飞，我便放下一切恩怨，与你自由。在这个府里，我才是光脚的人。我赌，希望你说到做到。一言为定。老爷一夜未眠，这一大早呀，就在等你们回门了。爹，人没事就好了。岳父大人，老爷，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。那就要看你这情郎愿不愿意了。我已经买通了马夫，他会接应我们，今晚就走。威远侯府，我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。殿试即将开始，我离开不了京城。你不是说你考取功名是为了和我匹配，为了求娶我吗？如今我被迫嫁人，受尽屈辱，还有什么比救我出火坑更重要的呢？元直，别做梦了。就算我们私奔，我们也逃离不了京城。魏远侯不会放过我们的。顾恒远，你看清楚了，这些伤都是我为你受的。我沈元直，我长这么大受过所有的苦都没有你带给我的多。你真的要负了我吗？元直，你冷静点，万一让人发现了，这样。这件事情我们从长计议，待到事情有所转机，哦不，待我殿试结束之后，你等我消息，照顾好自己。
看够了吗？如你所愿了。你就不好奇，为何你心心念念的情郎对你如此狠心决绝吗？什么意思？你说沈渊只要拉你一起私奔？小点声！他怎么敢的？那个威远侯如此厉害，他就不怕被抓到，扒他几层皮啊？想必他在威远侯府的日子应该不好过。我现在就是担心他万一把我们俩的事情全说出去，那就完了。那怕什么？到时候就说是他耐不住寂寞，主动勾引的你。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就算是老爷都保不了她。就你坏心眼儿最多。我再坏，不也是你的人？元稹，你听我解释。元稹，枉我自诩聪明，却不过是个笑话。不是。好，真好。沈元芷，你要是敢出去乱说一句，我就让恒远去告诉威远侯，告诉他你不守妇道，勾引他去。我倒要看看他要怎么说我。元芷，娘子，怎么回事？谁伤了你？你早就知道了，你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？重要吗？你说过，要让我尝遍一切苦痛，心如刀割，却生不如死。你办到了，我现在真的感觉很痛，很痛。但是这种痛苦，怎么能只让我一个人尝呢？你就不好奇，你心心念念的白月光，到底是怎么死的吗？不用一再提醒我，是你杀了他。今日之事，谢谢你。谢我？我一直觉得众人皆醉我独醒，认为自己慧眼独具。是你帮了我，让我知道自己有多愚笨，竟把画本子里的故事当真，将榆木认作珍珠，白瞎了一片真心。情爱如砒霜，你助我勘破此道，如此大恩，自然要谢。这么快便断情绝爱了？他既负我，我又何必为了他动心伤情？我若爱他，便是至死不渝也心甘情愿；我若不爱他，便是即刻放下，又如何？果然是个冷心冷情的人。所以我不会再做这个替罪羊了。那日你为我神服，顾恒远电视在即，于是他央我，让我替他顶下马车撞人之过。他告诉我，以我尚书千金的身份，
父亲定会保我性命无虞。之前承认的是你，现在反口的也是你。你想利用我来报复你的勤劳，当我是个傻子吗？是我一时被蒙蔽，做了个错误的决策。如今拨乱反正还来得及。若我所言为真，你赌得起吗？仇人逍遥法外，爱人死不瞑目，这就是你魏远侯心心念念的复仇。若换做我，宁可错杀1000，也不放过一个。昨日饮，今日果。即使你口灿莲花，我也一字不信。使团已经出发，不日将抵达边境。两国和谈在即，这是最好的时机，可以兵不血刃地收回失地，拿回10州郡县。说，给你传信截杀使团的人是谁？我不知道。同是大燕人，别让我看不起你。我说，我真的不清楚是谁，我只知道明日在醉阁房，那人会给出最后指令。听到了吗？别打草惊蛇。我现在去布置。繁星旭此人谨慎机密，多智近妖，到底用什么法子才能取信于他？听下人说，我大哥去了醉歌坊，可是他以前从来不喜欢去那些烟花之地。哎呀，没想到这嫂嫂刚进门，这人就转了性。要不说呢，这女人没本事，男人就偷吃。醉歌坊，此去必是处有因，与我倒是个机会。多谢小妹告知，我一定铭记于心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既嫁了进来，便是威远侯府的主母，他不让我好过，我自然不能让他舒服。真是个疯女人，气死我了！
子看了奴家这么久，就不怕你的新婚娘子不满吗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夫君怕是在边关待久了，这侯府并非铁板一块。有道是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更何况只是一个想知道丈夫去哪儿的妻子呢？别在这儿跟我发疯！对，我就是要疯了！我这么爱你，你却如此辜负我。我告诉你，若你不和这歌女彻底了断，我便跟你同归于尽。繁星絮查得很紧，怕是已经……我今日就要捉你的奸。娶我的时候说共赏明月清风，不负红尘情深；为你生儿育女，操持寿物的时候说此生为亲，永不相负。如今不过短短3年，便夜夜宿在这醉歌坊，却不愿意再看我一眼。夫君，你的心可真狠啊！娘子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乖，别闹。这醉歌坊的舞娘，哪及得上你半分？说吧，你究竟想要干什么？和聪明人说话就是舒服。我现在确实找不到证据，但是顾恒远绝不无辜。你若真要为你死去的爱人复仇，便不能只报复我一人。退一万步来说，我和顾恒远是同谋，是共犯。那辆马车就是我们私会用的，若不是我们私相授受，他也不可能支开马夫，便不会发生当街纵马伤人致死之事。我的耐心是有限的。若你不信我，就让我跟他一起下地狱吧。从杀人凶手变成替人顶罪，如今又成了同谋。你还真是为达目的撒谎成性，不择手段。我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尽可去验证。他最大的把柄就在你手上，何须借我之手？我一个普通女子，不凭无据，要为自己伸张正义，实在太难。可我抓心绑肺，实在太想看到坏人的报应。你能帮帮我吗？什么？你让我假传消息，让上面以为和谈的使团里窝藏着刺客？怕什么？既然半路劫杀失败，那我们就利用好这一点，让朝臣推波助澜弹劾，一样能阻止使团入境。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我要见一见你的主子。是繁星穴让你来的。跟上。不舒服，我还当你见惯了尸体。刚才那个人，你是故意放走的吧？地上的人明明可以救，你却故意让他送死。你这么做，只是想让对方失去判断，误以为你的目的是要抓他，而你真正想要的，是要利用他，
找到你要找的人。喜欢在人前展示自己的小聪明，并不是件聪明的事。不过换个角度，在谈判之前适当展示自己的筹码，确实更容易成交。你成功了，我可以帮你复仇，但你同样需要帮我做件事。什么事？让你爹户部侍郎沈萧上书，在收复10州失地之事上祝贺。如果你做得到，我可以让你的旧情人顾恒远前途尽毁。来，夫人，喝点汤。夫人，怎么了？莫不是吃坏了东西？来人呐，快去请大夫！爹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爹，夫君特意请来了太医为您诊平安脉。夫人，这是……哎呀，太医，你来的正好。你母亲身体有恙，劳请太医帮忙看看。恭喜尚书大人，夫人身子并无大碍，只是有些害喜，开些调和气血的安胎药便可。什么？老爷，您听见了吗？不枉我日日求神拜佛，上天终于垂怜，给了我们一个孩子。老爷，这回我们沈家总算是后继有人了。说，你肚子里的野种是谁的？野种？什么野种？老爷，这是我们的孩子呀！老爷，我从未做过对不起你、对不起沈家的事，你怎能如此冤枉我呀？是不是他跟你说了什么？她是你女儿，我还是你日夜相对的枕边人呢，信他不信我？你个小贱人，你想害死我！若你不小心伤了他，才是真的要害死自己。爹，你就让他死个明白吧。10年前，我8岁，母亲病逝后，父亲娶了秦姨娘。你是沈元芷吗？真可人。给你们点颜色看看，一滴都不能剩，给我滚！为了避免其他姨娘怀孕，你就逼着他们喝避子汤，往死里滚！一派胡言，老爷你别信他。当年我无意中发现此事，便打算偷偷告诉父亲。本来以为父亲会家法处置，没有想到。没想到什么？没想到我娶你过门之后，就发现自己身体患有隐疾，不能再生育子女。我自觉对不起你，对你的行为向来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对你如此疼爱，如此宽容，你就这么待我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不可能！侯爷，此人方才躲在门外偷听，之后又见他鬼鬼祟祟拿着包袱想要离开，属下觉得他甚是可疑，便将他抓了起来。好你个没有良心的顾恒远，在床上甜言蜜语哄着我，现在我怀了你的孩子，你就想一走了之，你还是
是不是个男人？够了！从今往后，沈家再没你这个人。至于你，听说这位可是要参加殿试的举子，如此污秽之人，怎可脏了圣上的眼？我会通知礼部一声，取消他的考试资格。老爷，我错了，老爷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是他诱骗于我，我是无辜的，老爷。元直，听我说说话。念在你我人救情的份上，你听我求情啊，求情啊，元直！来人，把这2个人给我扔出神府！现在，马上，立刻！夫君办事果然爽快。彼此。我相信你是个守信的人。戏台子已经帮你搭好了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等他们发现孩子不过是无中生有的时候，一定更有意思。没有我，有一天你也会成功的。我还是喜欢我自己的仇自己报。我自是没有夫君的本事，既然可以借势，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？是自己亲自切下的梨，还是别人切好送到我面前的？只要最后吃到梨的人是我就行了。别以为我同你做了笔买卖，便能逃过一劫。你欠我的，这辈子都还不完。樊兴旭，我要跟你和离。一路行来，该问的都问了，可是却没人知晓马为何会突然发狂。事出反常必有妖。老板，几日前在此发生的撞马事件，你可知过程？不知道。谢谢。您这边看看花布。卖花布嘞，快来看看呀！你好，几日前在此发生的撞马事件，你可知过程？不知道，谢谢。来了，瞧一瞧嘞！你确定要把她卖到醉阁坊吗？她现在毕竟是威远侯的夫人，要是被樊兴旭知道的话，那又怎么样？就算是那个樊兴旭找到他，他的名声也已经臭了。侯府怎么可能允许一个娼妇进门？现在有贵人想要他的命，你我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。挡路者死。樊兴旭，你救我！石元直，
醒醒！范星雪，好热。石原芷，你清醒一点，是谁干的？好热，救我！这么壮，繁星旭有多爱重你？爱重到无论如何都不愿与你和离，你是这个意思，是吗？爱重，不论九公主如何理解，这都是我当下的困境。我知晓你对繁星旭的情谊，既然大家各有所需，为什么不能坐在同一条船上呢？不过是一个男人，你要便要了。有些事可一可而不可再三，不然这生意便做不成了。任凭你身份再如何尊贵，在晴子面前，也是百爪挠心，爱而不得。你在羞辱我！我在帮你接近繁星旭，帮你加入威远侯府，帮你取而代之，成为威远侯府的当家主母。而我只需要一个理由，一个让我自请下堂，顺利和离的理由。你想怎么做？对不起，是你不想放过我，我只想保护我自己。纸上抹了迷药。我试过，这药效至少有半日有余。你怎么会？我在外行军打仗，像这样的迷药已中过不下100次，我的身体早就习惯了。夫君当真是睚眦必报。睚眦必报，难道不是快意恩仇？你别忘了，你还欠我一条人命。九公主，九公主，你不能这样！九公主，还请公主注意分寸。石原芷，你敢耍我？你之前不说要把繁星旭送什么？送上他的床。公主，不管他说了什么，都是为了和我置气。九公主尚未出嫁，不懂夫妻之间的闺房之乐，让你见笑了，公主。还有，像醉歌坊这种地方，九公主还是少来的好，免得让人说了闲话，污了公主的名声。公主，请。好，你们夫妻一体，戏耍于我，今日之辱，来日我定要100倍奉还。九公主，还请替我们闭好门。所以今日你整这一出，就是为了把我送出去，好以此为由与我和离，是吗？她是圣上的胞妹，若我真与她有了首尾，便不得不接下这个烫手山芋。虽然手段上不了台面，倒是个好计策。说的好像你逼我嫁给你，便上得了台面了。不止于此吧，秦氏还有顾恒远，也都是你的手笔吧？都懂了吗？那这件事就交给你了。你买通了醉歌坊的管事，让秦氏误以为你得罪了贵人，有人要加害于你，让他心甘情愿去做那把刀。事成之后，你若告发，他们便是如何也洗脱不了干系。
螳螂捕蝉，蝉却想吞掉螳螂。既然要冒这么大的风险，可以多拉几个人下水，自然更好。只是可惜，我不够了解你，白秘书。我朝开国以来，再找不出比你更大毒的发妻了。为了一己私利，把自己的夫君设计到别人的床上去。今日你我若异地而处，这无耻行径真是令人恶心。如何异地而处？自古男女之事，尺度准绳从不相等。始乱终弃，以妾换马，影响男人建功立业，留名千古了吗？一个女人，终其一生睡了第二个男人，那便是伤风败俗，水性杨花。但若是一个男人睡了100个、1000个女人，他会是什么？他会是有后宫佳丽3000不止的天下最尊贵之人。你个疯子！像这种忤逆之言，不要再说了。放开我！侯爷，范玄虚，你先放开我！侯爷，之前放出去的饵有消息了。范玄虚，你放我下来！沈渊之，你太低估他了，真是活该。